只恳求你，不要离弃我。会啊，你说第二大遍吗？因为第一次我忘了，后来我想起来了要上去。哦，我没上去是不是？哦，还是我跑去合音了？我会上去。好。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举起谦卑，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何等赞美 ，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好，我们的华语礼拜开始，我们一起站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掌声赞美我们的神。忙碌可以是最棒的借口，心思上添在生活的细琐。你的爱常被我抛脑后，求你怜悯我。平顺可以是最大的借口，平顺可以是最大的借口。一不小心就跟着世界走，你的话总被我摆着口，求你赦免我。我不要翻书般的做作，我不要无意识的歌颂。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谁而活。我不要爱你只在口头，我不要假装没有软弱，我只想真实被你触摸。求你更
小心就跟着世界走。你的话总被我摆最后，求你赦免我，赦免我。我不要宽恕般的做作，我不要无意识的歌颂，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谁而活。我不要爱你只在口头，我不要假装没有软弱，我只想真实被你触摸。主啊，求你更新我们，主啊，就算我们走错，就算是我走错，你也不放手。就算我忘记你，你也记得我。再次，就算是我走错，主你不放弃我们，主啊，你紧紧抓住我们的手，主你永远记得我们，陪伴我们走过。你也记得我。我不要翻书般的做作，我不要无意识的歌颂，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谁而活。我不要爱你只在口头，我不要假装时的感动，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谁而活。我不要忘记你的成长，我不要只在为难祷告，我只想紧紧将你抓牢，淡淡的心。我不要忘记你的宣召，我不要忘记你的宣召，我不要只在为难祷告，我只想紧紧将你抓牢，淡淡的心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到你面前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有时候会因为忙碌或甚至生活平顺的时候而忘记主你，而且远离了你，甚至是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忘记呼求你，我们寻求人，我们寻求不同的事情来协助我们，而忘记主你的同在。我们一起带着一个悔改的心，求主你恢复我们的心，让我们记起那个曾经深爱主你的心。我们一起唱这首歌。曾经深爱着你的那颗心，如今已被摧残得不成形，那无形的力量扰乱我的方向，就你此刻来拯救我。曾经深爱着你的那颗心，如今已被摧残得不成形，那无形的力量搅乱我的方向。愿你此刻拯救我们的心，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是我错，被魔鬼牵着走，求你再次牵起我的手，原谅我，我真的很没用，只恳求你不要离弃我。是我错，我们来到你面前悔改向上，我们承认我们不该离弃你。主啊，你紧紧抓我们的手，原谅我，我真的很没用，只恳求你不要离弃我。是我们在生活
活中无形的会远离了你，但我们不忘记，我们用这首歌来悔改向上。曾经深爱着你的那颗心，如今已被摧残的不珍惜，那无形的力量搅乱我的方向，愿你此刻来拯救我。曾经深爱着你的那颗心，如今已被摧残的不珍惜，那无形的力量搅乱我的方向，愿你此刻来拯救我。是我错，被魔鬼牵着走，求你再次牵起我的手，原谅我，我真的很没用，只恳求你不要离弃我。是我错，被魔鬼牵着走，求你再次牵起我的手，原谅我，我真的很没用，只恳求你。是我错，被魔鬼牵着走，求你再次主啊，我们把手挥起来，求主你再次牵起我们每个人的手，我们用悔改的心唱这首。主啊，的很没用，只恳求你不要离弃我。是我错，被魔鬼牵着走，求你再次牵起我的手，原谅我，我真的很没用，求你不要离弃我。我们一起来个祷告，主啊，谢谢你。虽然我们有时软弱迷失，但你从未离弃我们。主啊，你的手一次一次的将我们从黑暗中拉回了光明。如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用着敬畏的心，我们用着感恩的心，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愿主你的荣光照亮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为主你来做见证。我们一起用敬畏的心唱这首歌。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屈膝谦卑。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
智慧，这一个我只想专心跟随。此个列国都要感谢，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再一次 Holy Holy， 主啊，你是何等的柔美，何等的尊贵，主啊，我们敬畏你，我们敬拜你，跟随你，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个我只想专心跟随。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坐在宝座上，复活的君王，我降服在你爱之下。再一次我们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的呼喊出来。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坐在宝座上，复活的君王，我降服在你爱之下。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柔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个我只想专心跟 Holy。我们一起唱。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柔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只在敬拜中敬拜你、爱你，我们也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记得你、跟随你、爱你。愿你的同在常常与我们同在，愿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的荣耀。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我
们一起来信仰告白。使徒信经，我们一起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礼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报告，请坐。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1条。本主日是普世圣餐纪念主日，礼拜中举行今年度第5次圣礼典，请预备自己，心存感恩与敬畏，与主同坐席。今年下半年圣餐奉献的对象为社团法人台北市会盲教育学会，请为视障者的职业重建及就业辅导之需要关心代祷。第2点，本主日下午4点于教会1楼举办中秋烤肉。请以完成报名缴费的兄姐按照关怀部的分组名单提前入席。第3点，10月6号到9号2位牧师返乡省亲，10月8号礼拜3晚上查经祷告会暂停1次。第4点，第4季的服事排班表已张贴在公布栏及各团契的LINE群组。需要纸本的兄姐，请到1楼的招待桌自由索取。第5点，2025第4季新眼光读经手册，请自行于招待桌拿取，按进度每日读经灵修，经历神满满的爱。团契消息第1点，10月10号到10月11号，就是礼拜5到礼拜6，情色团契生活营地点在宜兰，2位牧师会一起同行。第2点，圣歌队指挥杨若琳老师因故需向小会请假，恰逢圣诞赞美礼拜练唱周期开始，指挥一职由10月起，由潘婷一执事暂代。中会消息这边针对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所造成的严重灾情，阿美中会教社部已于第一时间于太巴朗教会设立灾害应变与救援中心，统筹前线救援、灾情通报、物资调配与牧养关怀等，请兄姐尽自为灾区的需要奉献。奉献讯息皆已刊登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网站，请大家多加利用。好，奉献，请当值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今日在这里聚集敬拜，为的是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好让我们得以站立在你面前。主啊，求主让我们在静默、在灵修时反省我们自己，是否如同先知以西结所宣告的以色列一般，犯了罪而不自知，最终走向毁灭的道路。求主让我们在这世俗众多且纷乱的价值观中，选定主所喜悦的道路前进。今日也是圣餐主日，我们怀着恭敬的心来领受圣餐。求主让我们在领受圣餐的同时，不是吃喝自己所犯的罪，
而是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与喜乐，并且让我们可以纪念并感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牺牲的一切。感谢赞美主。最后，让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圣经记载在以西结书23章46节到49节。我来念。至高的上主这样说：要召集暴徒来恐吓他们，洗劫他们，让暴徒用石头打他们，用剑刺他们，并杀死他们的儿女，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子。我要制止全国淫荡的生活，好警告所有的妇女不可模仿他们的淫荡。你们两姐妹啊，我要惩罚你们的淫荡和拜偶像的罪，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至高的上主。讲到今日要讲到的题目是脚踏两条船的信仰。我们有请一节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这边好像有新朋友哈。好，我们热烈欢迎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日你从四面八方召聚你的子民，我们聚集在这边，我们要再一次领受你的恩典。也愿你保守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面对我们真实生命的自己。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有悔改、转向上帝的那个恩典。也愿你今天的话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举行结婚35周年礼拜，我们有看到15对，我们铺个红地毯在礼拜的当中，从结婚35年，最年长的是59年，两位是夫妻吗？你们结婚几年呢？哇，48了，我们都知道，结婚35年其实没有想象那么容易。按照内政部公布，牧师有去看，台湾目前的离婚率高居全亚洲第2。113年有12万对结婚，但是竟然有5万对离婚了。而且它里面有一个统计，就是说10年以内结婚10年以内的离婚率是最高的，50%，很恐怖了。我们不管离婚的原因有千百种。我想离婚的人都一定有原因的，但是这个现象对家庭、社会、国家的影响超过我们所想的，决定跟我们都有关系的。不可能别人离婚，隔壁邻居发生火灾了，一定跟我们有关系的。尤其对这5万户，牧人想想，不是5万户，是10万呢。因为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对我这边的家人也有影响，对你那边的家人，所以应该是10万户哎。所以不管是对当事人、离婚的当事人，还是已经有孩子，甚至他的父母，内心的创伤其实都很重的。不止弟兄姐妹有离婚的了哈，我们也有那个牧师有那个因为原因，然后夫妻分开的，那个牧师其实是几乎走不太出来了，那个内心的伤痛啊，求主怜悯。怜悯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是在看笑话，所以结婚35周年以上，除了夫妻2个人都要身体健康活着，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努力维持2个人的婚姻的关系，很重要就是2个人要专心一致啊，绝
绝对不能我们两个在一起，我眼睛看着别人，你眼睛看着别人啊。就是我们今天讲了，脚踏两条船的一个信仰啊，不能脚踏两条船啊。我们要一起努力，一起包容。两个人在一起本身不容易，一起扶持，这样才有办法再走更长远的一条路。我们都知道，脚踏两条船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三心两意，也想要这个，也想要这个，那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出事情的嘛。牧师先讲一个笑话哈，这是真的哦。以前牧师在上班的时候，我有个同事，他同时交了3个女朋友，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觉得有可能的举手。一个人同时交3个女朋友，所以那时候有一部电影非常好看，他陪3个女朋友看了3次，看了3次，他还洋洋得意，我们说你这个渣男，那时候还没有渣男这2个字，我们说哦，你早晚会出事情，果不其然，有一天出事情了。我们的信仰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脚踏两条船的信仰，我们要上帝，又想要这个世界，以至于上帝的审判常常就会临到。其实审判不是末日才在审判，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审判其实已经临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46节到47节。46节到4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上帝的话。来，请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这些人必用石头打死他们，用刀剑杀害他们，又杀戮他们的儿女，又火焚烧他们的房屋。上帝的审判其实是蛮恐怖的，上帝的审判其实是很恐怖的。上帝讲出的话一定会成，因为上帝是历史的上帝，他有绝对的权能。上帝呼召外邦人的军队对上帝的子民实行审判，甚至攻击。以色列人这民族的历史，其实是一段上帝救赎的历史。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忘记了，如果我们要常常来思想上帝，但对我们的，从我们还不认识他，然后带领我们来到教会，然后一直慢慢走，1年2年，一直慢慢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帝救赎的历史。上帝呼召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离开原本所在的位置，开始一段依靠上帝的信仰旅程。上帝差派摩西救赎以色列，脱离430年在奴隶的日子。我们原本想到说，应该有新日子可以过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信靠不够啊。他们过去受奴隶的日子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啊。怎么说？其实台湾的信仰还是深深的影响基督教的信仰。神学院有一个老师说，其实台湾基督教的信仰150年还不够，150年不够，可能要等待500年到1000年的时候，那样的信仰才会生根在我们的骨髓里面。我们现在其实基督教用来做西教信仰，还是被民间的信仰影响得很大。我们就像他们过去被奴隶的日子，他们限制。简单来说，他们就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的思想。当他们想靠自己的走不下去的时候，他们才来想到上帝。这样反反复复的行为，其实就是脚踏两条船的信仰。我们不是不要上帝哦，我们很需要。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上帝在40年以后带领耶稣亚带领新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人性始终是软弱的。旧的出埃及那些人已经死在旷野，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一样没办法专心一意的敬拜上帝，他们常常生活在什么肉体上面的需要，眼睛看得到了这些外在的，甚至他们被许许多多的偶像。以21世纪来讲，偶像不一定是我们隔壁有个宫那个看得到的神明，我们20世纪有更多的偶像，其实在吞吃的我们，让我们陷入脚踏两条船的信仰。但是上帝对我们真的是太宽容了，
就像是那个诗篇都写，上帝他是不容易生气的上帝，他更有更多的怜悯啊，更多的怜悯在我们看到大卫做王的时代，以色列的国势来到最高顶点，上帝祝福他们，祝福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很可惜，接下来接续他做王的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号称这个世界最有智慧的人，可是等到他年老了一样，他对很多外邦的女子所吸引。圣经说，他的心已经不存钱在上帝了。其实夫妻、婚姻，或者是男女朋友交往，会产生问题的时候，常常就是心已经没有存钱在另外一方。就是连所罗门这么有智慧的人，他都发生了脚踏两条船的信仰。其实对我们是非常大的提醒。我们都是一般的普通的人，所以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绝对一定要专注。我们绝对不要给魔鬼留那个小小的缝。不管在职场上面，在工作上面，甚至在我们团契里面，有时候我们在团契里面，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就互相的指责。我们都知道嘛，其实夫妻吵架，大的事情早就斩断了，都是芝麻蒜皮的小事，芝麻蒜皮的小事。今天经文的背景主要是讲到，就是上帝审判的临到两个姐妹，这两个姐妹背叛她的丈夫，这两个姐妹就是指接续所罗门王分裂的两个王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犹大。这个是上帝非常疼惜的一个民族，但是他们信仰起起落落，让上帝非常的担心。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绝对不是求告上帝，他们常常想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我们常常想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看当时的以色列，他们在政治上面，他们第一个，他们想依靠埃及，他们也想靠巴比伦，甚至想靠亚述。他们都忘记有上帝，所以他们不止脚踏两条船，他们其实脚踏好多条船了。但是就是因为纵使是这样的，上帝仍然怜悯他们啊，差派许多的先知来传讲真理的教导，劝勉他们，希望他们能怎么悔改。到这边，牧师要稍微停一下，我们一起来思考。思考什么？以色列人他们遇到救赎恩典，我们有没有领到？有啊。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后面的那个长辈哈，幼梅姐哈，高贵的幼梅姐哈她问牧师啊，牧师，你们家哈，你哥哥爸爸妈妈他们信主了没有？我说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家只有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领受上帝极大的恩典，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以色列人在那时候，他们遇到了困境，就是脚踏两条船的信仰，其实是不是成为我们这一代我们现代人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困扰？因为现在的诱惑超过以往，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但是上帝依然他是一个怜悯的上帝。上帝过去给以色列人那么多的机会，他现在一样会给我们机会。刚刚那个敬拜的人唱的第二首诗歌叫做《求》，牧师第一次听到，很多人都第一次听到。佑浩，你第二次吗？你有听过吗？我掉眼泪。我觉得那个刚刚是我们廷一啊作词作曲，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内心很真实的信仰告白。我们离开了上帝，但是上帝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圣灵保惠师会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提醒我们，只是我们要不要打开而已。提醒我们要不要悔改，离开不好的，转向上帝，回来教会，回到信仰群体里面。上帝的子民需要在信仰团体的生活委身跟服事的操练。当他听到操练，哇，来到教会还要操练，因为操练给人家感觉就像好像什么，军人要操练，
运动员有没有在操练？有哦。运动员的操练，我们常常看那个谁，现在的运动部长李洋，我不晓得你们可以上网看他的操练。哦，他能够得到奥运冠军，那个是全世界，他的操练很恐怖哎。我们刚刚看到这些诗琴的、这些弹琴的，他们平常都要练习啊，都要操练。弟兄姐妹，所以操练绝对不是负面的，操练也不是重担，反而操练是一种积极面。积极面是什么？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怜悯。我们知道长辈年纪大了，从哪里最先老化？脚。长辈年老都从脚开始，所以我们现在社区14543天的社区，在礼拜一下午有一个健康操，活力健康操。我们请到是专业的课程啊，我看他特别在训练脚、手都有。真美牧师的妈妈也有参加哈，每次他参加完就大概会哀叫2-3天，会叫2-3天啊，叫什么？好酸哦，好酸哦。但是啊，我看他现在身体好像比我还好嘞。操练，这些长辈来操练有肌肉帮助我们呢，不容易受伤，不容易受伤啊。小贾也要操练一下。太久没打篮球，一打篮球脚就扭到啊，脚就扭到哦。上次好几年前那个郑瑶也是就那个建成篮球队，他打篮球他也是后退有球运过来，他防守他嘛，人家没碰到他，他就摔倒，筋就断掉，就是说没有操练，我们肌肉也要操练。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子女的时候，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成为上帝的子女绝对不是轻轻松松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后悔成为基督徒？其实成为基督徒不轻松呢，相对于其他宗教来讲，其实是不轻松呢。因为常常会受到恶者的攻击，甚至属灵上面的一个征战啊。就像牧师刚讲，圣灵常常在提醒你，你就觉得很烦，你为什么一直提醒我？我不想听，我不想要去跟那个人道歉。可是圣灵就一直提醒，一直提醒。上帝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跟才干，都会有不同的安排跟计划，大家不用害怕。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再是我，我们不再是我，而我们的生命是属基督啊。当你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再是消防性，你是上帝宝贝的儿女，你是带着上帝的印记，属灵在你身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要意识到的时候，我们会仍然不允许无法控制的事情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俩拱，如生老病死，我们的亲人突然的离开。我想这是光复发生那么事，有没有基督徒走掉？一定有的，因为部落很多都是那个基督徒。可是我们会主观意识上说，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聚会，上帝应该保守我们凡事平安才对啊？为什么上帝会让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会渐渐落入跟其他外面的宗教一样，叫做什么交换式的信仰啊？这样很恐怖的。我们会有人交换式信仰。我今天有来教会，我有来服侍，我有来礼拜，上帝你就要祝福我，大大的祝福我，不止在公司，在什么都要祝福我。我们人的头脑可以想的，跟眼睛可以看的，甚至我们思想判断常常是受限制的，以至于我们常常不小心会怎么样？逃避上帝透过一个事件、一个事情，他要对我们生命的修剪跟操练。如果你基督徒已经几十年了，你觉得当基督徒非常的轻松开心，那不是一件好事啊。等一下牧师会做一些见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信仰的里程到底要往东往西，就不应该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不可以拣喜欢吃的吃，不喜欢吃我们不吃。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完全照自己所想要的去服侍。最好服侍都不要有我，这个服侍会影响我。很多人多，我就拒绝。我选择我自己想要的服侍，我去服侍。感谢上帝，透过教会，透过团契，在服侍生活当中，成为我们很信仰的操练的好地方。我们刚看到有人在弄那个电哈，我们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哈，我们那个厨房瓦斯炉底下就水一直渗出来啊！刚刚还在渗，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哈，就在那拖完了之后，他要出来哈拖，拖也是操练啊，操练啊！那我们总务部赶快请这个我们配合的水电，他先来调查到底为什么原因，突然的，是很突然的哈，突然的，上帝透过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跟团契，让我们读经。让我们认识耶稣，让我们学习奉献，甚至参与服侍，彼此关心代祷，让我们可以接受爱。接受爱容不容易？接受爱没那么容易的。大家不要以为接受爱很容易的。我记得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有人要关心我，其实我是很排拒的，因为我的教育、我的思想是我凡事要靠自己。我虽然来到教会，但刚开始我不能接受，慢慢的我接受爱。然后进一步，我有能力的，我想办法去学习爱人、包容、扶持，甚至是忍耐。这个信仰挺起，其实很棒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学习忍耐。你们知道吗？牧师也常常在忍耐你们。有时看到牧师在做礼拜的时候，看到有人在那边滑手机，我要很大的忍耐，你知道吗？我要忍耐。我们两个牧师看到有一些人做的行为，我们也是要很大的忍耐呢。而且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时难免我们会觉得很烦。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服侍为什么不照这个规矩来呢？甚至为什么不照我自己的意识呢？有时在服侍操练让我们感觉不愉快，甚至在操练其实实际上要牺牲很多。这些就是让上帝让我们有操练的机会，要将我们生命很多的零零角角修掉。我们其实就好像那个脚一样，我们很多需要被修脚。你愿意接受这样吗？兄弟姐妹，在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应该也会经历。当你来到教会，你就开始会接受被修剪的经验。感谢上帝的恩典，让义杰牧师跟志梅牧师在33岁的时候被拣选受洗。23年来，代表牧师33加23，代表牧师现在56岁了哈。回顾这23年来，其实是一段信仰里程的操练。我记得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开始接受一连串的信仰上面的操练，但是那时候我完全不了解，我傻不了解。首先呢，就有人邀请我去参加圣歌队的练习，我说好啊，就去了。去了之后才知道，圣歌队原来是每个礼拜都要不断付出时间的操练呢。我们礼拜天台语堂来看到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就像现在的敬拜团他们礼拜晚上就要来练习，礼拜天还要来。圣歌队是时间的操练。接着，我才去2年的样子。我就顺服牧师的邀请，傻的介绍社青的辅导。社青就是一些社会的青年就像那个立安我们这些友好。接了之后，我心里在想，我要承担很多陪伴的责任嘞。不是挂辅导2个字。我跟志梅牧师常接到电话一个顾孩子，一个要跑出去解决的。有的2个吵架的啦，有的跟妈妈吵架的，也要找我们啦。我们讲，再来好几年我们2个其实那时候30几岁，很活泼的现在还是圣诞晚会活动的负责召集人协调是我嘞。哇，那几年真的协调操练，有一个爸爸他是大老板，但是他的信仰我觉得是，我们已经那个在表演了我在旁边嘛。
等一下我女儿上去表演弹钢琴。我说你也没，我心里想你也没报名，你要上去弹钢琴，他就要展现他女儿弹钢琴，我就拒绝他，我是拒绝他，但他很不爽，跟牧师讲，啊，跟牧师好像很多这样的一个操练，啊，但是操练到有一年，讲真的，有一年牧师，我就跟牧师讲，我累了，我们今年不要再办晚会了。后来牧师真的就没有办了，真的那年就我觉得我累了啊。在我们经济方面还不是很好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持守1/10奉献对上帝信心的一个操练。最后首相呼召全时间在台神读书，让牧师经历到怜悯的操练。志美牧师大我2届，他还在读书。我把工作辞掉，我也在读书。2个孩子读大学，也在外面读书，还租房子。最小的读幼稚园，一年级也在读书。我们一家5个人在读书，有好多的怜悯。经济上面经历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我不是准备了一退休金哦，我不是哪里退休完了然后才去读书了哦。常常有人说啊，我退休了，我要去读书了。我们不是哦，这个怜悯。另外就是读书的怜悯啊。我去读书的时候已经44岁啊，44岁了嘞，我还读什么希伯来文、希腊文，我能不懂啊？要不就是经历上帝怜悯，没办法读毕业的，这个怜悯的操练。然后再一次呼召，我跟志梅牧师来到建成，那么多羊群，我突然忘记这个中文怎么讲了哈，因为我写台语稿，多娃的台语中文怎么讲？多娃的中文怎么说？志梅牧师，我突然忘记。好了，我大概试着翻译看看哈。那个台语是很有韵味啊。其实来建成牧养羊群，真的没有像牧师想象的那么容易啊。有姐妹跟我讲，老姐妹跟我讲，牧师，你一个人面对我们那么多很辛苦的。我们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劳心劳力的操练啊，劳心劳气的操练。因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状况都不一样，老的有老的状况，年轻的有年轻的状况，所以但是也是对我跟志文牧师的操练。一节牧师简单的数算这些恩典，数算主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也有同样受呼召在某一些团契、事工、服事上的操练。操练爽快吗？其实都不是那么完全爽快的啦，因为受调整的那个当时，甚至有时候是很痛苦的，你会有怀疑的。上帝，我够格吗？你为什么选我去呢？选我当团契会长？我那时候其实不要呼召去读神，我够格吗？我也不是，我不如才受洗11年。我看到很多教会的那个青年那时候的我带的青年我觉得他们都好优秀了，常青团契的，弹琴唱歌，怎么都会。应该他们去读神学院，怎么会少我呢？我们原本认为的，我们相信的，我们固执的，我们坚持的，我们骄傲的，我们都重新会被建造。弟兄姐妹，我们的脚都会被磨的，磨掉是会痛。最后我们一直读最后的2段经文，48节到49节，48节到49节，我们请这样，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不效法你们的淫行。人必照着你们的淫行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绝不允许属于他的子民3心2意。以色列和犹大的毁灭，让我们知道上帝一定会管教。你可能去拜其他的神明，他不一定会管教你，但是我们既然要拜仰独一真神上帝，他一定会管教我。我们千万在信仰上面不要心存侥幸。
约翰福音书15章第5节这么说：上帝说，耶稣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就枝子，在我里面的，我在他里面。我们离了耶稣，不但什么都不能做，而且还会要接受审判。在信仰上面的操练，不但不是重担，它是给我们跟上帝积极连接的。我们不是碰到试探诱惑我们去逃，不是，我们现在是要用积极的，我们要想办法跟上帝连接。当我们跟上帝连接的时候，那些都会不见。当我们跟上帝连接的时候，在我们没有发觉的时间点的时候，我们灵性的生命怎么会不一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说，这个弟兄姐妹怎么脸会发光？他慢慢他的很多的行为，他的想法慢慢不太一样。因为他更认识上帝了，他也会爱人，他慢慢会知道他活在世上的使命跟意义。牧师常常呢陪很多团契，也听到一些的弟兄姐妹的分享，所以我们只有持续参与在教会的团契。两位今天是出游吗？你们今天是从外地来台北，是吗？哈。感谢主，你看，我们纵使是出游，我们还是要坚持做礼拜啊。因为这样，因为服事这样的礼拜跟服事的操练，1年2年持续，让我们在信仰成为一种不可失去的。我们如果每个礼拜没有受礼拜，我们会受不了的。社青的团契在礼拜4晚上，常常很多跟我讲，其实他一整天下来好累，很多很烦的事情。可是当他来到社青的时候，他很多的烦的他被医治了。他在分享当中，他也被得到安慰了。最后他带着盼望离开。因为我们每次我们在教会来到团契，上帝其实会让我们亲自让我们尝到他的主恩。弟兄姐妹，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渐渐成为基督的精兵。只有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才有办法阻挡世俗价值观、魔鬼、撒旦对我们的引诱跟控诉，让我们不去成为脚踏2条船的人啊！我们千万不要过着脚踏2条船的信仰啊！我们要更加一致的依靠了上帝，我们才有办法面对我们的未来。让我们的未来，我们可以过着丰盛有余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万人当中，你也拣选我们，也谢谢你透过爱子耶稣基督，他钉十架流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用新的生命来面对我们每一天，过着丰盛有余的生命。我们将来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举行圣礼典，还属于他教会可领圣餐者，我们一同来守主的圣餐。我们每逢在吃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也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耶稣他重价赎回来了。世上的一些控告，世上的一些恶者，绝对不能对我们造成任何攻击。所以在守圣餐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摆设这个宴席。这个饼如同你的身体，这个杯是你流血你所立的新约，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你所赏赐的
饼跟杯。愿我们的赏赐过程当中得到你满满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主耶稣说，这个是新约，用他的血为我们立的。我们等一下，敬拜团我们先开始，一个一个往上来前面来领。你这边。接下来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以前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耶稣的身体，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子群，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好，我们继续。梅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那直接吃。海华，这是主耶稣的身体。小奈，这是主耶稣的身体。友好，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玉山，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因着这个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需要这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总要这个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小可这个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小磊这个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利安这个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从这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简大哥，这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主耶稣的宝血为你舍的。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恩典。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颜，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屈膝谦卑，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之下，我仍敬畏，
上，复活的君王，我降服在你爱之下。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坐在宝座上，复活的君王，我降服在你爱之下。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我们一起来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免惊。好，我们华语礼拜到此结束。我们楼下有爱餐，待会儿在我们默祷之后可以到1楼去用餐。